喺中山咧別墅係好多嘅，但係咧肯落重本裝修好再攞去賣嘅別墅係非常之少嘅。咁我哋今日嚟到三鄉呢個名門呢度睇一個別墅。嗱，而家賣別墅咧都好耐見噶啦，唔係話所有別墅你放出嚟你想賣就可以賣得出去噶啦。因為賣別墅嘅唔止你一家，咁你呢個別墅有咩特點有咩優點呢？你要有優點人哋先同你賣噶嘛，唔係嘅話咁多別墅我點解要買你呢度噶？係嘛？所以作為三鄉做別墅做到幾年嘅資深嘅別墅地產人啊，今日嚟到呢個名門呢度咧，睇呢個別墅咧，我覺得係值得拍俾大家睇嘅，因為呢個別墅咧係啱裝出嚟嘅。頭先我哋喺呢個花園嗰度攝影師影下呢個花園，佢本身呢個花園咧係下沉式嘅，但係佢搭起嚟就同呢個廳持平啦，所以咧佢就冇有嗰種上上落落嗰種感覺啊，所以別墅同埋廳係連為一體嘅，而且大家睇到嘛，佢所有嘅裝修咧唔係話求其咁肥哩肥哩咁裝俾你就算噶啦，全部都係用心裝嘅，呢啲櫃啊呢啲嘢全部定製嘅，呢啲新材料嘅板牆以及背景，以及呢個沙發咧佢都唔係話求其咁配俾你嗰啲廉價嘅沙發，都係有一定嘅品牌嘅，呢啲真皮嘅，以及呢個電視背景牆。同大家講一下，我哋喺一樓呢度我就拍仔細啲俾大家睇肯落重本裝修攞出嚟賣，再配埋電梯嘅，呢個應該係三鄉為數唔多嘅，見到嗎？三鄉咧有好多別墅，你喺一樓冇帶長者間嘅，其實二樓、三樓先有，但係咧咁個現狀咧就造成咗好多老人家爬上爬落唔方便，因為到年老嘅時候咧，佢行動不便咁呢個咧就落重本裝到個電梯所以話你哋如果買到呢度咧，就唔擔心老人家爬上爬落嘅問題啦。咁大明而家示範下俾你㗎，撳咗升上去嘅，佢就會開門呢個一個電梯整嚟嘅試下俾大家所以我就唔上去啦咁咧，我哋從一樓呢度認真介紹下呢個別墅係重新裝修、全新裝修落重本裝修，加埋配埋電梯俾你，所以話唔憂擔心老人家上上落落唔方便，而且咧佢個廚房咧都做喺呢度，係 L 型嘅，非常之方便。望出去咧就係呢個園內啦。咁大明咧一直都有帶大家睇別墅，之前有啲長者就話：大明，我咧就係行動驚以後年老嘅時候行動上上落落唔方便就想買啲有電梯嘅，但係咧喺三鄉咧，老實咁講係非常之難尋找到呢種大電梯嘅別墅。今日大明就帶大家去睇咗呢個啦。咁呢個別墅咧佔地建築面積係235方，就2350尺，但係咧佢實用可以去到4000尺左右。咁佢地下室咧，從地下室講起地下室咧係做埋 K 房嘅。佢地下室係連埋個車庫入嚟，就連埋到個 K 房，再到一個成一套嘅娛樂空間都喺嗰度。所以地下室佢就冇配埋啲沙發咩咁俾你自由發揮，但係已經整好裝修好俾你嘅，非常之開闊，可以用嚟唱 K 可以用嚟飲茶可以用嚟招待朋友睇詩打麻雀都冇問題地下室就係有咁大嘅作用。咁二樓咧佢係做埋2個套房嘅每一個套房咧佢都帶埋獨立嘅洗手間以及獨立嘅陽台二樓就可以帶埋2個套房2個套房都帶埋獨立洗手間嘅所以話二樓就比較舒適啲。咁三樓同二樓又係一樣嘅，三樓咧佢又係帶埋2個獨立嘅套間嘅，每一個套間咧都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咯，有獨立嘅陽台咯，而且咧佢每一個房間咧4個房間咧都有全屋定製喺嗰度所以有邊個中意呢種三鄉鎮麻路一帶嘅全新大裝修且帶埋電梯嘅別墅嘅，可以多啲同大明交流大明可以帶你過嚟現場睇下呢個高品質裝修嘅別墅值唔值得考慮，好嘛？如果有人想喺三鄉買別墅嘅，歡迎私信大明，大明帶你睇別墅。好，呢期到呢度，See you。